喺民間風水入邊，有啲人相信身上揸住啲特定嘅物品可以幫你轉運招財，令生活順境啲。心理學上，其實呢種行為叫情緒錨點。當你相信佢有效，就會潛意識咁提升自信同行動力，間接帶嚟好運。第一樣被認為轉運力強嘅係紅繩結，紅色代表熱力同生命力。心理學研究發現，鮮豔嘅顏色會刺激大腦積極情緒，令你喺人際同工作上表現更主動。第二樣係銅錢，古時銅錢象徵財富流通，攞嚟隨身帶。除咗係一種文化信號之外，亦都會令你提醒自己注意理財機會同避免衝動消費。呢個正係心理暗示嘅力量。第三樣係乾桂皮，喺傳統文化中象徵溫暖同富足。桂皮嘅香氣可以穩定情緒，減輕壓力，令你嘅反應更冷靜，從而喺機會出現嘅時候有更高把握。所以將呢三樣放入口袋，唔單止係風水習俗嘅寄託，其實亦係幫你建立積極心態嘅工具。好運係心態臨行動嘅結果，如果你願意配合正面思維同持續努力，新機會自然會一步步靠近你。